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5，诗篇93篇20甲50安尼讲：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三甲来祈祷，宝座古早就建立，诫命确立袂改变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堪得受荣光、尊贵、权能的至高上帝，因为你捌创造万物，万物拢是对你的旨意来受造成。主啊，天是你的座位，地是你的脚踏椅，这一切拢是你的手所做，所以这个拢是你的。主啊，你要看顾的是困苦、心灵痛悔，听到你的话就敬畏的人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你的手所做奇妙伟大，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